silent night. I only have one wish for the shooting star. Holy night, send me someone to love so I can hold their hand while we're ice skating around the trees in Central Park. Kiss them under the mistletoe. Oh, I want a Christmas kind of spark. Santa Claus, do you know Cupid sent his arrow straight to my heart? A waterfall in love this Christmas. Santa, that would be the greatest gift of all. Turtle doves and all my favorite things come in sets up too. So does love. Send me someone I can talk to. We'll share stories of our childhood memories of Christmas past. Chestnuts on an open fire and another log to make it last. We'll build Frosty the Snowman and dance along with the Christmas band, and then we'll fly like two old lovebirds walking around a winter wonderland. Santa Claus, do you know Cupid sent his arrow straight to my heart? A waterfall in love this Christmas. Santa, that would be the greatest gift of all. Send me an extra stocking to hang next to me on the wall. Santa, send me a love for Christmas. So that would be the greatest gift of all. Send me a love for Christmas. That would be the greatest gift of Santa. When I was young, just a boy, dreamed of falling in love with a girl like you. Through the years I thought I found you, but nothing would do. Now here we are. Ooh, I wanna grow old with you. Making my dreams come true. With you I feel brand new, 'cause I don't get old loving you. When I was older looking hard, your love hit me hard. I didn't see you coming. Through the years you were doubting, you thought about running. Now here we are. I wanna grow old with you. Making my dreams come true. With you I feel brand new, 'cause I don't get old loving you.怎么那么多玩具啊？啊，你不知道吗？这些都是江南教会要送给大家的今年的圣诞节礼物啊！这么多，
真的。而且不止这些哦，现在台面上已经放满了，还有很多隐藏的玩具没有放出来。该不会后面那把刀也是吧？这把当然也是喽。这样的教会这次2022年圣诞节礼物真的超级大方的，给大家看一下这把有多大。哇，抽中！啊，而且它还可以发出声音哦。雨随天缘英柱的大刀。嗨，我是美味蟹堡。嗨，我是阿月。在今年的12月啊，从12月1号到25号，每天星期一到星期六的晚上8点，我们都会在线上跟大家一起直播开箱这些玩具哦。然后礼拜天啊，非常特别，中午12点，我们会在迦南教会现场开箱，超级期待的。每天都会抽出1位幸运的观众朋友，然后可以将我们开箱的玩具带回家。哇，这太厉害了！这期间呢，其实是待降节。那什么是待降节呢？大家应该很好奇。其实就是在圣诞节准备的前夕哦，就是这前几个礼拜都是要待降节。前4个礼拜呢，将会点这个紫色的蜡烛。那为什么要用紫色呢？象征着庄严跟尊贵。然后每一个主日呢，点的蜡烛分别是象征着希望、信心、喜乐跟仁爱。第5个礼拜将会点上一个特殊的白色蜡烛。那它就是象征着基督是世界的光。除了每天都有圣诞节礼物之外呢，我们还会有牧师给我们的经文哦。经文真的超可爱的。哇，真的好好奇牧师怎么把这些人物角色、动漫相关的背景跟经文结合在一起，感觉会非常有意思。因为你要知道，每一个动漫角色它里面的意义都非常的深。那请大家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哦。我们12月见，拜拜。拜。欢迎来到圣诞欢乐颂，开箱惊喜圣诞礼物。我是美味蟹堡，我是阿月。哇，时间过非常快，这个活动已经进行到快一半了，不知不觉就已经今天第12天了，对，超快。那今天呢，我们要来开箱跟前几天有同系列的，然后也是数码宝贝，但是今天是我们的大主角太一。我们先来看它的盒子，牙骨兽跟太一啊，也是2只哦，也是2只，然后它颜色啊是这种橘色，一看到它的这个颜色就会觉得非常的温暖，然后正面，尤其是我们的太一，它永远都是就是常常在团体当中就是保持一个微笑、乐观，然后又正面带领整个团队。然后啊，很特别的是它今天这个地台，因为我们前几天都有讲到，像它的妹妹那个八神光还有阿武他们的地台啊，就下面这地台都是岩石石头，但是今天主角很特别，它居然有绿叶，有点叶，对，叶子这种，就是有点象征他这个角色啊，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就是有点萌芽，然后又有点就是生命啊，对，生命感，然后非常的特别。那它盒子一样都是做这种数位的造型，跟前几个一样，所以摆在一起真的是非常的好看。然后一样就是印上它里面的样子跟照片。然后啊，它这个就是它的徽章，太阳的，对，然后它是象征勇气，是，然后它的经典名言就是说，即使失败也不会放弃，非常的正面。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到我们的里面的公仔，哇，真的是太期待了，终于来到我们主角。前几天啊，我就遇到小朋友说，那个还会不会有那个数码宝贝？对，跟我们说有哦，前面都
还只是算是没有他们主角的朋友，主角的朋友这样子啊，今天是真的就是主角本人，对，而且提示一下，今天过后我们还是有其他数码宝贝的不错，可以期待一下，可以期待一下。那今天我们就来看到我们大主角太一，这是我们目前第3只的数码宝贝。那数码宝贝，我们先从太一来看好了，可以看到啊，他们这个结构都是做很动感、跳跃或者是飞翔的感觉哦。他们正在滞空的那种感觉。你看，其实亚古兽啊，它是没有踩到地板的，完全是悬空。它是后面是完完全全靠这个支撑架来去支撑。然后跟之前一样，我觉得它这个支架很漂亮，因为它很融入到这个环境里面，感觉像是一个岩石的这种构造，然后就直接跳出来踩在这上面的感觉哦。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其实它也是做这种雾面的效果，看起来就非常的有质感，很像真的那种动漫跳出来的感觉哦。然后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它的护目镜，太一经典的护目镜，有没有可以看到有一点点这种反光的感觉？反光，对，不同的它是真的做有点这种透明感的哦，它是做透明的哦，不是只是一个这样子涂上去的涂装。然后它的这个眼睛是超级生动的啦，我觉得是太一真的做的太像了。太像太一哦，太像对。然后他这个经典的这个服装，我们选的都是他们第一代最经典的这个角色。然后可以看到他这个后面的鞋底鞋子好像真的是某个球鞋出来的。对，而且它鞋底不只有纹路，它下面跟我们真的球鞋一样，会有一些不一样的颜色，这都是它的特色。因为太一它真的很阳光、很正面，不过人都有软弱的时候啦。就是并不完全都有这么很坚持的理想，就每天可能都很开心，需要很多的信念。那再来看到我们这个亚古兽，水汪汪的眼睛，亚古兽它的特色就是什么？全部的颜色都一样，很好。对，但是我觉得虽然说它全部颜色都一样，但是大家看起来，看它嘴巴很生动哦，舌头都看得到，很里面呢。对，然后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虽然说它就是橘黄色啦，但是它有那个做阴影的呈现，在上面其实都有一些深浅的那种分布，所以你就不会看起来好像什么很像麦克鸡块那种感觉，麦克鸡块，对，就是比较有那种生动的表现，对。然后那个它的脚啊、指甲细节都做得很不错。那里面唯一一个就是它的护目镜，我觉得它的那个制作上面是最特别的。那我们刚刚也有说到它这个地台实在是非常的漂亮，因为它有这个草，有这个草原的那种感觉，然后结合石头。前几天我们开的那个它的妹妹八神光跟迪路兽啊，那个是小猫咪，然后它是全部都是岩石嘛，对。那其实这种感觉就像是这种太一，因为太一是他的哥哥带领着妹妹，那妹妹也一直相信着哥哥，所以说他们就是彼此互相相信。那太一他要信谁呢？对不对？这个就是有时候真的靠自己是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带领一整个团队哦，真的是非常的需要很多遇到危险的时候更沉着的冷静。但是太一他的个性真的是有时候真的是临危不乱，面对一切的那个困难，然后在团队中一定要有一个人保持永远的太阳，然后让大家团队能够正向前进，要不然有一个人那个很阴沉的话，实在是没办法，永远都没办法，就会停在那边。是，所以说要这个作为一个团队的领导人，真的是要很大的信念。那个信念来自哪里呢？那接下来就将我们这个时间交给我们的牧师。Hello， 大家晚安。哇，我刚刚看到这个太一，他还有一个很强的信念，是吗？他一直相信有一句话，那一句话是什么？请问刚才有没有人听到？怎么样？他有一个信念，一句话，一直相信一句话。刚才罗月导演他有讲哦，想一下，然后等一下你要输入在留言板哦。好，那音乐牧师先讲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呢？也是我所相信。我觉得那美好的应许一定会应验啊！那这句话是什么？我们要请我们的小编帮这句话给秀出来。这句话是在圣经很早以前就预言要说的。这个他将要生一个儿子，这个他就是玛利亚。玛利亚是一个没有结婚的童女，但她却是被选定要
由这一位上帝的儿子耶稣由他来出生，那他也情愿。昨天我们有说他情愿，他相信这位上帝拣选他，不会害他，必定有美好的事情会发生。好，然后这时候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那玛利亚她也愿意哦，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就是耶稣要将自己的百姓，就是上帝的儿子，上帝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才不会陷在罪恶里。就像之前暑假期间吧，柬埔寨抓了很多留置了许多的年轻人，压在那里当人质。如果你不帮忙再找更多的人骗到柬埔寨，或你没有不再去骗更多的人来当这个诈骗的人，那你就不能回来。也就是我们被罪恶给辖制，被罪恶给被当人质一样。而这位上帝派他的儿子耶稣像小婴儿被出生，而这玛利亚也愿意，即便被人家误会，他也愿意被神所用，因为他相信那美好的应许，就是要他的儿子将来要让这些百姓被罪恶捆绑、被罪恶辖制的人可以得到自由，从罪恶里救出来，就是因为他们相信这美好的应许必定会应验啊。所以也就是我们看太一，他其实是一个很正面的人，对吗？他呢怎样有一个信念，他永不放弃啊。他有一个信念，他很阳光，但总人有个缺点，他很保护他的妹妹，对不对？可是他对他的妹妹保护就太过于了，太过于就会变成溺爱哈，就不容易长大哈。但这个我们人都一样，不完全，所以我们需要一位上帝帮助我们，因为人总是在罪恶、自私自利、自义中自以为是中，自以为这样子可以帮助妹妹，自以为这样子日子会好过，自以为这样子我就可以很神啊。其实没有，人真的很需要一位很强大的、最强大的这位上帝啊，他要拯救我们，才不会让我们这罪恶辖制，以至于我们变得不自由哈。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进行了，要怎么进行呢？刚刚音乐牧师已经有讲了，请你回答太一，他有一个信念，一直支持他，不放弃，以致他有很正面的，那是什么？请写在留言板。请写在留言板。好，已经有人写了哦。好，大家可以请来帮忙。有人写了吗？勇气，对，好，永不放弃的前面他有讲什么呢？永不放弃，永不放弃。对，永不放弃前面有讲什么呢？刚才罗月导演有讲哦，他有一个信念。永不放弃的前面有讲什么？那音乐牧师等一下除了让你打永不放弃哈。好，还有人要打吗？永不放弃是他信念，是，那他前面还有一个什么？我们有没有因为一个什么信念让我们坚持，即便我们处在心情很不好、很低落、没有能力想放弃，但我们有想到一个信念，一句话，以致让我们一念之间，使我们永不放弃，再努力，让我们情绪就好起来了。好，那是什么呢？好，我们要请罗月公布答案。还有吗？我数5、4、3、2、1好了啦哈。好，那等一下我们就是选最近的，请他来分享。分享什么？我再讲一次，所以你还可以打。就是你等一下选出来跟罗月的太一最靠近的，要请他来分享，在你的生命中、生活中，你常常是因为什么一句话，那这个话或应许或你所相信的，让你在低潮中你愿意再爬起来在你在低潮中愿意爬起来哈。好，
来，我们要请罗越导演，他再来说一下太医来。哇，我们刚刚太医说了哪个？其实大家说的真的是都没有错，真的，每个人都打，因为我觉得大家前面都很专心听啊，所以说其实勇气或者是坚持有不放弃，还有一个是什么？面对一切挑战，对不对？都很不会放弃的那种感觉，对，所以我刚刚一瞬间哇，怎么大家都讲因为一下这边一下这边，选什么？对，但是因为两边又很近，都相关，所以说我觉得就可以说照顺序。啊，照顺序，哈哈哈。好，来，那这样子，好，刚才有人举手的意思是什么？刚刚有人举手，对不对？我有听到灯，请问有举手是有疑问吗？好，既然是这样子，我想请小编，请问这有几个人他们回答很相近的？是不是？请问罗越导演，你的意思是说大家都很相近？对对对，我的意思有说中。是。好，罗越导演他讲的其实永不放弃前面还有一小段，对不对？哈，并没有逐字说出来，但是罗越导演要鼓励大家啦，哈，就鼓励大家，给大家机会。那么应验牧师来主张这样子，哈，就从第一个人说的编号，就1、2、3、10，请问总共有几个人？2、4，可以小编帮我数一下总共几个人，然后我们就编那个号码，然后我们用轮盘转3个。好，可以说我的意思吗？可以，请玉珍要麻烦你先把麦克风关了。请问同工总共有几个人？从上面数来，譬如说圣中就是1号，然后洪启修就2号，罗毅3号，这样意思好吗？好。然后圣中就没有啦。4号是康佳宇吗？好，5号就是雅婷，有记哈。6号就是71佑成吗？哎，这是什么？对，佑成，6号是佑成哦，6号。好，7号是新燕是吗？好，许新妍，7号是许新妍。一真一共10位。号码要记住哦，哈，一真是8号，那个 Queena 陈是9号。玉珍刚才有了吗？没有，那就是玉珍刚才前面有吗？我都讲忘了，就10号。好，那我们就还有没有人没有讲到的？那就是1到10哦。有吗？可以有疑问吗？5、4、3、2、1，好，请我们同工编10号。那个玉珍，请问您有什么事吗？有疑问请开麦克风。请同工编1到10的转盘。我再讲一次，请帮忙记好吗？那个银如，请帮忙。有，我记好了。好，你附送一次。1号谁？1号罗胜忠，2号洪启修，3号罗毅，4号是 J 开头的，应该是康佳瑜。5号尤雅婷，6号玉成，7号 SH 开头的，8号罗一珍，9号是 Q 开头的，然后10号是许玉珍。OK， 好，有没有遗漏的？那我们取3位来分享。好，那我们就开始来请转盘，抽出前3位。好，来，请第一位1号、5号跟6号。1号是罗胜忠。好，5号。5号是尤雅婷。好，然后6号是吴玉成。好，来，请预备1号，请分享。我以为是直接抽出奖项。好，请分享。
对，我觉得其实每一次碰到挫折，坚持下去的理由都是为了成长，就是可以学到东西，然后所以就大部分都就因为这样子坚持下来，而且日子一定要对，所以不会把事情拖在那里这样子。很好的信念啊，这个想必苦难或者是试炼或试验，都是让我可以成长。好，这个信念很好。OK， 谢谢你的分享。好，来第二位雅婷。我觉得每一个人的成长的过程都想要很好的结果。所以你相信？我相信。你挫折的时候，你都会有相信一句话，或者是一个想法是什么？向耶稣祷告。向耶稣祷告，相信耶稣会帮助你，或者是这件事情发生，他与你一起努力，是这样吗？对。好，那好，谢谢你哈，有耶稣陪你一起走下去。好，来，我们请第三位吴有成是吗？我们的同工第三位是吴佑成。好，吴佑成，请开麦克风。嗨， Hello， 就是在每次想放弃的时候，你都会在觉得你要不要放弃。那如果放弃的话，你就觉得很可惜。所以你的信念就是不要让它可惜掉，是吗？OK， 再坚持一下下，是吗？OK， 好，谢谢你的分享。那我们请我们的同工这三位的名字放在转盘里面。尤胜忠，雅婷的儿子哈，他用的账号是徐雅婷的那个账号。第三位是吴佑成，这三位没有错，对不对？应该没有错了哈。好，来对哈，胜忠对哈，雅婷好，吴佑成预备哦，5、4、3、2、1，来。好紧张。耶！佑成 ，Hello， 恭喜恭喜你！嗨，来给他一个镜头好吗？看一下他的镜头，看一下，因为我们要来跟你恭喜，在哪里？有吗？嗨，我们恭喜佑成。那我们今天开箱就到这里哟。相信美好的事情一定会发生，这个信念很重要是不是佑成？胜忠也是一样哦，雅婷也是一样哦，哈，相信美好事情必定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好，那我们大家明天见咯 OK， 拜拜，明天见，拜拜 ，Hello， 嗨，佑，拜拜。